主耶穌復活慶期默想3對3嘅呼喚，愛、赦免同埋差遣。當我哋翻開約翰福音第21章，讀到耶穌第3次喺加利利海邊向門徒顯現嘅情景嘅時候，不禁思索到呢一段敘述同我哋今天嘅信徒有咩深遠嘅意義呢？呢一個唔單單係復活主再一次嘅顯現，更係一個充滿恩典、關懷同埋重新召喚嘅時刻。儘管門徒已經見過復活嘅主耶穌，佢哋依然選擇翻去重操捕魚嘅工作。佢哋內心迷茫、羞愧，不知何去何從。尤其係彼得，佢曾經3次不認主，佢內心可能充滿咗自責同埋疑惑。然而主耶穌並冇責備佢哋，更加冇遠離佢哋，反而主動走近，喺佢哋熟悉嘅環境，用熟悉嘅方法去表達佢嘅愛同埋臨在。當門徒成晚打魚，卻一無所獲嘅時候，耶穌企喺岸邊問佢哋：孩子們，你們有吃的沒有？呢一句說話聽起上嚟好似一句好平常嘅語句，但係卻流露出主耶穌深深嘅關懷。耶穌吩咐佢哋將網撒喺右邊，結果佢哋滿載而歸。喺嗰一刻，佢哋認出嗰位企喺岸邊嘅就係耶穌。主耶穌唔單止向門徒顯明佢復活嘅大能，更展現佢溫柔體貼嘅愛心。佢親自為門徒預備炭火、魚同埋餅，除咗為佢哋預備早餐之外，呢一個亦都係一種屬靈嘅提醒。主耶穌關心我哋生活中每一個細節，明白我哋嘅疲累同埋挫敗，並且喺我哋軟弱嘅時候伸出恩手扶持我哋。接住落嚟，耶穌同彼得嘅3次對話成為呢段經文嘅高潮。佢問彼得：你愛我嗎？呢3次嘅提問正正對應彼得曾經3次不認主。呢一個係充滿愛嘅修復同埋醫治嘅情景。耶穌冇責怪彼得，反而再次俾佢重新嘅使命，餵養我嘅羊。呢一份係赦免嘅恩典，更係一個重新嘅託付。彼得曾經跌倒，但係主耶穌冇放棄佢，反而重新建立佢，使佢成為帶領羊群嘅牧者。耶穌同佢講：你跟從我吧。呢一句再一次嘅呼召，亦都係對彼得人生方向嘅重新定位。曾經跌倒失敗嘅人，依然可以被主揀選，被主使用。呢一句說話穿越時空，亦都臨到我哋嘅當中。對今日嘅信徒而言，呢一段經文就好似一面鏡，亦都係一個邀請。當我哋喺信仰中迷失、退後，甚至覺得自己不配嘅時候，主依然喺岸上面等候我哋。佢唔要求我哋先作改變，反而先為我哋預備早餐，象徵佢主動嘅愛同埋接納。佢會再次問我哋：你愛我嗎？呢一句唔係責備，而係一種信任嘅邀請，係要我哋重新返到佢嘅裏面。真正嘅信仰唔單單係外在嘅熱心或者行動，而係與主之間嗰份愛嘅結連。若果我哋真心愛主，就會自然去餵養佢嘅羊，活出嗰份對主嘅委身同埋行動。今日復活嘅主耶穌同樣對我哋講：你跟從我吧。呢一條路也許會好艱難，但係卻係最真實、最有價值嘅生命之路。讓我哋嘅心返到加利利嘅嗰個清晨，聆聽主耶穌溫柔而堅定嘅聲音。無論你現在處於咩境況，係失望、軟弱或者係疲累，耶穌仍然呼喚你，仍然問你：你愛我嗎？願意你哋用愛同埋真誠去回應，再次委身，跟從呢位復活嘅主基督，直到完成呢一段人生嘅旅程。